主后2022年10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赞救赎的羊羔掌权。圣经启示录第5章第19、14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我看见坐伫座位迄位的正手有一卷册，内面外面拢有写字，用7个印封底。我阁看见一个有大气力的天使，大声宣布讲：什么人有资格通踢开迄卷册，拆册的封印？伫天顶、伫地上、伫地下，拢无人会当踢开，也是读迄卷册。找无一个人有资格踢开，也是读迄卷册，我就大声哭。长老的中间有一个对我讲：毋通哭，你看，对犹大支族出来会使大笔的君，伊已经得胜，会当开迄卷册甲7个的封印。后来我看见羊羔徛伫宝座前，有4个画面，甲遐个长老甲伊围地。羊羔敢若目受杀害，有7支角、7对目睭，就是受差遣到普天的上帝的7个神。羊羔就进前，对坐伫宝座迄位的正手摕迄卷册。伊摕到的时，迄4个画面甲24个长老拢趴伫羊羔的面前，逐个有提琴甲缀满香的金炉，香就是信徒的祈祷。因吟一首新的诗，讲：你有资格摕迄卷册，拆开伊的封印，因为你有受杀害，用你的血对逐个族群、逐种语言、逐个民族、逐个邦国、社会人归属地。你互因成做国度甲祭司来服侍咱的上帝，因会伫地上掌权。我阁看，我有听见千千万万天使的声音，因拢围伫宝座、画面以及长老的周围，大声讲：受杀害的羊羔应该得到权能、富裕、智慧、气力、尊贵、荣光甲称赞。我阁听见伫天顶、伫地上、甲地下、海里、甲宇宙中一切的被造物，拢讲：愿称赞、尊贵、荣光、权势，拢归乎坐伫宝座迄位甲羊羔，代代无尽。迄4个画面应讲阿们，遐个长老就趴落去敬拜。以上。上赞救赎的羊羔掌权。启示录第4章记载，约翰看见所有创造物拢来敬拜创造的上帝。伫第5章的异象中，是万物拢在上赞迄位救赎的羊羔。上帝正手摕着用7个印封地的册卷，册卷的内容是记载关系末世上帝审判，但是无人会当拍开，独独只有羊羔会当掀开7个印，将上帝的计划踢开，互人看见。这位羊羔就是耶稣，伊是犹大支族的狮，大笔的金。是为着世间人牺牲的圣者，借着救赎的性命，大获全胜，一切愿望完全应验。羊羔的7对目睭、7支角，就是上帝7个神，上顶全知和全能，要伫地上掌权。这个异象的中心就是羊羔。
耶稣受称作羊羔，伫启示录是基督的专用词，捌出现伫真侪遍的经文。受胎的羊羔借着牺牲流血，对逐部落、逐语言、逐民族、逐国家，甲人赎回归互上帝，互因正做祭司的国度来侍奉上帝。因要伫地上掌权。羊羔接过册卷，这个用严风的册卷开启，在即个时，徛伫宝座四个画面，含正长老四周围的千千万万天使，大声唱着：受杀害羊羔应该得到权能、富裕、智慧、快乐、尊贵、荣光甲称赞。我阁听见伫天顶、伫地上甲地下、海里甲宇宙中一切的被造物，拢讲：愿称赞、尊贵、荣光、权势，拢归互坐伫座位迄位甲羊羔代代无尽。迄时个画面应讲：阿们。遐个长老就趴落去敬拜。伫上赞救赎羊羔的场景中，因为基督的牺牲完成普世的救赎，只有伊具备资格开启册卷。国外的基督伫所有领域掌权，着受一切创造物歌颂。这个上赞耶稣基督全能的歌，也是胜利的开歌，因为接续的七卷册卷一日拍开，末世掉头的战争、杀戮、饥荒、死亡、压迫、大自然可怕的变动等等，接连续出现的时，归属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的人，毋免惊吓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，伊已经战赢死亡的权势。咱查考耶稣基督过活了后，使徒甲保罗的宣讲，就发现因宣讲的福音内容，无论对象是犹太人，也是非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拢必然宣讲耶稣基督的受难、死亡甲过活完成的救赎。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所在，放诸四海皆准，流传百世而不息。耶稣虽然出身犹太人，总是伊的牺牲救赎，并无局限伫犹太人，是要互全人类无阁受罪恶束制，通恢复甲上帝的关系，全部拢得到救赎。得救赎的人，将诚侪祭司的国度，拢通徛踮上帝面前。基督徒必须负起的使命，就是甲即个救恩信息传互全世界。默想，我向人传述含上赞的信息，是耶稣的受难、死亡甲过活得胜的真理，也是简单传今世的福气。我向人传述含上赞的信息，是耶稣的受难、死亡甲过活得胜的真理，也是简单传今世的福气。咱来祈祷，全能的救赎主，感谢你的牺牲，完成全备的救赎。我要传扬你的救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